Hello 姐姐，你好啊。Hello，好，OK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名 Siti Suliana，幾多歲啊？而家而家44歲，結咗婚啦，係咪啊亦咗？OK，有冇小朋友啊？姐姐你，有2個小朋友，佢幾大啊？17歲同埋11歲。哇，咁大個啦，係咪你個仔？好，OK，我見到你之前第一次工作係咪喺新加坡啊？2年。係喺新加坡你照顧婆婆同埋公公。係 OK，婆婆公公健唔健康啊？之前你新加坡記唔記得啊？識啊，佢幾健康嘅，佢幾係健康，健康。OK，咁你之前係咪有自己間房啊？有自己間房，哦，咁婆婆公公唔使照顧啦，佢識自己沖涼啊，去廁所啊都識誒。誒唔使啦，但係我啊，陪佢去街市，哦，婆婆同你一齊街市嘅。好係，OK。咁你之前係有冇假放㗎？喺新加坡有冇放假？有有嘅，有一個月有一次。係好，OK。跟住咧，你哋做完係新加坡，你翻印尼啦。跟住咧，你哋香港2004到2006，香港邊度啊，姐姐？喺邊度我唔記得，唔記得咗啊？係唔記得你唔緊要啦，都唔記得係新界啦，或者香港嗰邊啊。生係第九嗯，輪呀，我九九輪。龍，OK，第一次係九龍嘅，不過唔知係邊度啦，唔記得咗係咪？啊，好，OK，咁你第一次你香港你照顧乜嘢㗎，姐姐？在香港小朋友3歲，哦，同埋3歲。婆婆我婆婆要婆婆㗎係咪？有啊，哦，婆婆佢幾多歲啊？那個60，差唔多60啊，不過健康嘅，80，健康，健康，OK，咁你就得負責照顧3歲小朋友啫，係咪啊？係 OK，咁你有冇同小朋友一齊瞓啊？或者你自己有間房？我自己間房，你自己有間房？好係，OK。咁婆婆咧，使唔使幫佢餵佢食嘢啊、沖涼啊？唔使嘅。佢唔使，但係仲啷要，哦，你都要幫佢嘅。係啊，我幫佢哦，咁覆診咧？咩啊？覆診去醫院覆診。嗯，我唔使，唔使。OK，你就照顧小朋友，即係幫佢沖涼啊。3歲小朋友有冇翻學啊？姐姐之前？有啊，咁你都要有，送佢翻學，接佢翻學。係哦，你行路或者搭巴士啊？搭巴士搭巴士。哦，咁使唔使去買餸啊，姐姐？要啊，要嘅，日日都買餸，煮飯都你嘅，係咪？係好，OK，你做嘢第一個工作，跟住咧第二個香港到邊度啊？記唔記得啊？2008到2014。誒嚇，沙甸嘅咋，沙田。沙甸，哦，OK，喺嗯，沙田嗰度你照顧乜嘢㗎？小朋友婆婆都係小朋友同婆婆嘅。誒，都一樣係係咪？3歲都同埋誒婆婆都80歲係咪啊？係哦，咁婆婆健唔健康㗎？之前之前嚇，佢健康，但係要幫佢啦。幫佢技師佢都識行嘅，不過或者去廁所啊、沖涼你都要幫佢嘅。要幫佢，咁你喺沙田嗰度，你有冇自己間房啊？我自己間房，哦，咁你都要有陣時又要照顧小朋友啦，咁有陣時又要照顧婆婆啦，係咪？咁買餸咧，你使唔使買餸啊？日日都？要啊，我自己買餸，哦，煮飯都你自己煮嘅。係哦，咁你煮飯咧係咪婆婆幫你提住3歲小朋友啊？係啊，幫婆婆
幫婆婆先，跟住咧幫小朋友。OK，跟住咧你做完係沙田第3個2017到2021喺邊度啊？第四喺雍龍，元朗，OK，元朗嗰度你做過乜嘢㗎，姐姐？雍龍照顧12大個人，同埋張乾正屋企。12個人啊？係啊，就得一個姐姐啊？一個姐姐。就得你一個啊？係OK，咁你咁我見到有公公婆婆係咪有一個狗啊？係咪啊？有一個狗，大唔大隻啊？大隻哦。咁你負責咁公公婆婆使唔使幫佢沖涼啊？嗰啲啊，佢健康係咪啊？佢要幫佢沖涼，嗯，但係佢要自己食，我食飯都自己食嘅，沖涼要幫手嘅。幫手，煮飯買餸都你自己去。我自己。咁狗咧，使唔使同佢出街去大便啊、屙咪咪咁樣㗎？佢唔使，婆婆唔使，唔係，佢喺屋企。個狗啊，一隻個狗狗啊，啊，係，使唔使同你出？狗唔使同佢一定啊，我佢自己喺屋企有嗰個兜嘅，所以唔使出街有個。唔使啊。OK，我想問點解有12個人？係咪一層啊？個屋有幾多層啊？多謝。嚇12個人嗰啲啊，嚇，冇煮飯啊，煮餸嗰啲啊，但係唔使照顧佢啊。我知道，因為12個人就多人啦，個屋企有冇係咪好大啊？係咪2層3層咁樣㗎？深圳。 3層嘅，咁你咪好辛苦，就得你自己一個姐姐要清潔3層、2層，係嘛？都要嗰啲1陣2陣都唔使做，唔使每日唔使每日都清潔。唔使。唔使每日都清潔。姐姐你今日清潔第二層啦，咁要聽日第2層，就後日3層咁樣嘅。我今日有啲媽媽都日日都要煮飯啊，煮12個人喎，係嘛？係啊，翻嚟食每飯嘅，日煮每日都要翻嚟食飯嘅，佢哋食晚餐嘅。係咁晏晝咧？係晏晝使唔使煮飯啊？煮飯俾我同埋婆婆公公，因為全部嘢。全部大人嘅，係咯係啊。。OK。咁你平時要買好多餸喎，姐姐係咪啊？係啊，每日嚇，買餸啊。係咯，煮好多餸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咁如果公公婆婆覆診咧，你同佢哋一齊去啊，或者弟弟先生小姐同婆婆公公一齊覆診啊？公公覆診。係啊，佢自己。係啊，我唔使，哦，我等佢，嗯，我等佢喺屋企煮飯。咁公公自己識行嘅，有冇識啊。有冇佢個仔啊，佢個女陪佢㗎，扶佢一齊㗎？冇㗎。有仔一個仔。OK，明白，好。姐姐，我想問你驚唔驚狗啊？我唔驚啊，貓咧？貓冇，冇啊？唔驚。唔驚。Yeah。姐姐，你之前都做咗好多年，你喺香港啊，點解你而家想嚟香港啊？未夠啊？我要搵多啲錢俾我自己同。你個仔？係啊，因為啊我老公唔理我啊。咩唔理你啊？你老公冇翻工啊？佢返工喺馬來西亞，但係而家冇俾錢。幾多年啊？佢翻係馬來西亞幾多年3年啦。 ？3年，不過冇幾錢俾你啊？冇啊。都唔緊要啦，你加油啦嚇，要揾多啲錢俾自己同你個仔啦，係咪？
俾個仔個女。係好，OK。如果你嚟香港，你想幾耐啊，姐姐？我唔知啦， 10年啊？要啦，10年好，OK。你健唔健康㗎？你而家有冇力啊？啊，夠唔夠力啊？有啦，有啦，你健康係咪啊？係，好，OK，唔該晒，thank you，拜拜。拜拜。